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1号。这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5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57天。乌克兰继续向库尔斯克的苏贾投入预备队。这个在苏贾的主要是俄罗斯车臣的阿赫迈特特种部队，这个阿劳蒂诺夫他的指挥所就在苏贾的北部啊。俄军正从北部和东南部向该市推进，北方集团继续向库尔斯克方向前进。乌克兰国防部称乌克兰指挥部继续维持乌军的1个坦克旅、2个机械化旅、2个空降突击旅和2个国土防御部队，总共7个旅，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突出部向北部和东部扩展。地理定位镜头显示，乌克兰军队从苏贾的基地向别尔丁移动，占领田地，并于周日进入定居点。俄罗斯军事博主称乌克兰军队还占领了马丁诺夫卡、切尔卡斯科、耶波利奇和米哈伊洛维卡定居点。俄罗斯博主称，据报道，乌克兰军队以连队规模的进攻方式分3波推进，并有装甲车支援。乌军成功的原因之一，似乎是有效地利用了电子战。一位俄罗斯的记者写道，他说：“我们的无人机目前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敌人的电子战已经将他们钉在地上。”俄罗斯军队似乎还使用了高机动陆军火箭系统海马斯来组织俄罗斯增援。与8月份一样，敌人正在积极用海马斯袭击并掩盖其进攻行动。一位俄罗斯记者写道，他正试图摧毁我们合适的后备力量、炮兵和无人机操作员。乌军的重装突击旅凭借布拉德利战车优势对俄军发起猛烈攻击，俄军重装旅狼狈逃窜，大索尔达斯科耶被攻陷。这是俄军重装旅首次在乌军重装突击旅面前表现得如此狼狈。由于地面皆兵，乌军重装旅有大批新装备到位，发挥了明显的优势。俄军调动9万余人，由9名也就是普京的保镖指挥进行阻击，但效果不佳，反而成为负担。9名所部大片步兵旅调动艰难，而乌军的重装旅灵活机动，各部队快速推进，很快形成对库尔斯克东南约18公里的布雷金的夹击态势。俄军情报系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库尔斯克的局势明显已经对俄军极为不利，也就是俄军搞砸了，这个让克里姆林宫大为震惊，所以派了个国防部的副部长亲临库尔斯克去协助帮9名收拾这个烂摊子。2025年1月8号开始从库尔斯克方向传来有趣的消息，库尔斯克上空正成为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军事能力任务中越来越重要的战场。乌克兰的主要目标是摧毁俄罗斯指挥中心，扰乱部队集结，并切断军事通信网络。战略实际的选择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在正在进行行动中的影响。最近乌军在库尔斯克多条战线发动了协同攻势，这给俄罗斯的防御造成巨大压力，因为他们已经遭受了数周的人员和装备损失。乌克兰再次发动攻势，让俄罗斯军事分析家们感到震惊。他们的说法，从稳固的防御到俄罗斯前线的全面崩溃。众所周知连续数周的战斗严重耗尽了俄罗斯的和朝鲜的资源，导致他们防线出现缺口，迫使他们从顿巴斯地区调动增援部队。1月1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是乌克兰武装部队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最大的胜利之一。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对库尔斯克地区入侵，迫使俄罗斯武装部队指挥部从其他方向调派了近6万名军事人员到库尔斯克地区。这位乌克兰国家元首指出，以库尔斯克行动为例，这不仅是我们去年最大的胜利之一，也是整个战争中我们最大的胜利。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很多黄俄认为是在下大棋，要把库尔斯克成为歼灭乌军的一个主要战场，要吸引更多的乌军进入库尔斯克，最后一网打尽。现在在包饺子，这个饺子馅越来越大，饺子皮也越来越大，要包一个巨型的饺子把乌军全歼。所以现在都是在下大棋。现在俄军在库尔斯克那都是诱饵，就吸引这个乌军进入，最后来个反包。地保老人在乌克兰境内发动战争还不过瘾，在乌东对吧？那儿消灭乌军觉得没有什么难度，没有什么意思，哪有这种玩诱敌深入这种刺激所以引诱乌军进入库尔斯克，把它
他们在包围，还是大地厉害，大地运筹帷幄啊，决胜千里之外。昨天凌晨，乌克兰安全局无人侦察机侦察到俄罗斯叫罗斯托夫恰尔特里一个防空系统仓库。这个侦察机发现这个仓库非常不同寻常，随后这个信息就传回到没有多长时间，乌克兰自己研发的这个海王星导弹就访问了这个叫恰尔特里仓库。这个仓库被直接命中，夷为平地。说当地人说整晚都有爆炸声，包括2次爆炸。乌克兰安全局消息人士说，我们击中了一个关键目标，俄军用于直接打击乌克兰城市和前线的无人机。现在天空中的鸟会越来越少，敌后行动将继续。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就是在恰尔特里一个存放沙赫德无人机的这么一个仓库被乌军一窝端了。在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军队摧毁了乌克兰南部2套俄军的防空系统及其发射装置，这是乌克兰南方国防军通报的。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这个泽连斯基会见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梅洛尼。在罗马，泽连斯基会见了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乔治亚梅洛尼，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满足乌克兰的防御需求，特别是加强其防空能力。意大利政府批准了第10批军事援助计划，泽连斯基总统对此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表示这一计划中的某些部分内容，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加快。我们拥有意大利和法国联合研发的萨姆普防空系统，对于我们来说导弹数量非常重要，我们对此寄予厚望。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接收一批导弹，但还有另一批导弹需要完成相关程序，以便能交付给我们。意大利一直在为乌克兰生产这个防空系统。美国国防官员说截至今天，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已经共同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26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他强调说，通过机会联盟的工作，联络小组在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和建立可靠的威慑力量，以防止今后可能发生的侵略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周四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将讨论乌克兰在战场上迫在眉睫的需求以及长期的防御项目。五角大楼代表介绍说，会议将集中讨论乌克兰需要的关键能力，特别是防空系统、火炮、弹药和装甲车，以及加强国防工业基地的努力。根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首批幻影2000战机将在本月交付乌克兰。根据这个法国媒体透露，乌克兰首批可能接收3架战机，在今年上半年预计可以获得6架。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去年6月向乌克兰做出的承诺。法国空军现有103架幻影2000系列战机服役，预计乌克兰获得战斗机将直接来源于法国空军现役型号。有分析认为，数量稀少且接近退役的幻影2000对当前俄乌战局难以产生多大影响，向乌克兰提供该型战机的政治意义显然大于军事意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法国访问，在访问法国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法国在未来几个月的领导作用对于确保乌克兰在战场或谈判桌上处于有利地位至关重要。也就是布林肯说，期待法国在未来数月发挥领导作用，确保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得到满足。这个美国人很有意思因为特朗普一上台以后，这美国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就要打个问号，特朗普就特不靠谱，所以布林肯希望法国要发挥带头作用、领导作用。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不负众望，马克龙呼吁欧盟成立新的军事同盟，代替北约来抵抗俄罗斯和其他军事威胁，将美国摒弃于新军事同盟之外，强调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军事盟友。法国的马克龙不是一时气愤说这样的话因为特朗普他要拿下格陵兰岛，又要吞并加拿大，又要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也很有意思格陵兰岛那就是欧盟的，它虽然是丹麦高度自治，但是它应该是欧盟。现在据说有中介已经开始开展叫移民格陵兰岛的这个业务，你现在好像只要交几万块钱，你就能移民格陵兰岛，先获得是丹麦身份，等到格陵兰岛很有可能也要公投，因为格陵兰岛上一共只有5-6万人，但是一公投之后，他万一他加入美国了，你看这叫曲线救国。不管特朗普他的最终他的能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他这么说，那肯定是要得罪欧洲，所以欧洲这些像法国、什么丹麦、挪威都已经不干了。波兰将向乌克兰再度输送武器，北约其他国家也准备向乌克兰移交坦克。波兰国防部长表示，这一批武器装备将很快到达乌克兰。波兰已经
1年多2年没有再向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波兰刚开始的时候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倾其所有，援助力度是非常大，但是后来由于农产品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加上这个美西方给波兰的武器也不能到位，所以波兰对乌克兰的援助就武器的援助就慢慢的降下来。那现在波兰又再一次开始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就说明现在形势发生变化。如果特朗普不援助乌克兰，你欧洲再不援助波兰，你不援助乌克兰，如果你再总是打小算盘，那乌克兰战败直接影响的就是波兰。这个波兰人必须汲取1939年的教训，警惕历史重演。泽连斯基总统在与摩尔多瓦领导人3度会谈后宣布，乌克兰愿意帮助摩尔多瓦克服能源危机，特别是提供煤炭。泽连斯基强调，摩尔多瓦特别是德涅斯特河沿岸目前整个能源形势是俄罗斯企图操纵能源资源来对抗摩尔多瓦政权。泽连斯基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保持稳定，以便摩尔多瓦所有人能够平静的生活，为自己的国家工作，克服贫困，并与乌克兰一起迈向欧盟。美国国防部高官1月8日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会在乌克兰冲突中认输。这名发言人在新闻吹风会上向记者表示按照我们的评估，普京不是那种会在无需认输的情况下认输的人。五角大楼发言人补充说华盛顿因此集中精力向基辅提供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器，其中包括推动在2025至2026年供应武器的新合同签署工作，也就是继续要援助乌克兰。这个特朗普的乌克兰和俄罗斯问题特别代表凯洛格他说，他的目标是努力在特朗普就职后的头100天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人们需要明白，特朗普并不是想给普京或俄罗斯人任何东西，他实际上是想拯救乌克兰的主权并保证他的安全，他将保证这是公平和诚实的。凯勒格强调特朗普和他本人都意识到他们找到战争解决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关于这个解决俄乌冲突，这个泽连斯基有他的看法。法新社2025年1月10号最新消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有战败俄罗斯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办法，那就是西方盟友尽快向乌克兰部署特遣部队，与乌军联手打败俄罗斯。这个泽连斯基认为，这个把西方军队部署到乌克兰，这是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的最佳手段之一。欧洲正在进入合作的新篇章。随着特朗普本月晚些时候重返白宫，欧洲将迎来新机遇。我们目前是找到尽可能多的手段，迫使俄罗斯走向和平。在谈到有关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可能性的讨论时，他说我相信伙伴部队这种部署最佳手段之一。这个你向乌克兰派遣北约的军队，那这不就是打地堡老人的脸？地堡老人向乌克兰开战，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他的一个理由就是乌克兰要加入北约，那北约的部队不就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吗？结果这战打了3年，北约的军队还是到了俄罗斯家门口，你让地堡老人怎么向俄罗斯人交代呢？怎么解释？这个彭博社报道，他说打败乌克兰将使美国的损失比援助乌克兰多出8080亿美元。你看他连钱都算出来了。彭博社援引美国企业研究所一份报告指出，如果俄罗斯获胜，美国将需要花费8080亿美元来阻止俄罗斯未来对欧洲的侵略，这将使五角大楼目前的5年计划从4.4万亿美元增加了5.2万亿美元，非常有意思，多了8000亿美元。那就看特朗普怎么想的了，特朗普会不会算这个账？这个泽连斯基还寄希望特朗普对俄罗斯施压。这个 CNN 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乌克兰政府预计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谈判可能会在2025年上半年举行。对于确保乌克兰安全并未透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铺平道路，特朗普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泽连斯基表示通过谈判达成的解决方案也将得到欧洲国家支持。泽连斯基说，我真的指望特朗普，我相信我们的人民也指望他，他有足够的权力向普京施压。泽连斯基当日还表示希望乌克兰立即加入北约，并且获得美国和欧盟的武器支持。这个泽连斯基寄希望于特朗普向普京施压，这个恐怕又是打错了算盘。特朗普有可能向普京施压，也有可能不向普京施压，反而向泽连斯基施压，这都有可能。同时俄罗斯方面也表态了，当地时间1月1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在不预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特朗普进行接触。这个特朗普说了他就任以后他恐怕要跟普京要见面。特朗普还说了，普京特希望急于要跟特朗普见面，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那今天普京放风，他是想见特朗普，但是你特朗普不能对我先
预设条件。佩斯科夫强调，普京总统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国现任总统以及当选总统等国际领导人进行接触。俄方也多次表明，只要双方有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共同意愿和政治决心，这种接触就不需要任何预设条件。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注意到特朗普也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俄方对此表示欢迎。虽然目前尚无具体安排，但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应该会有进一步的行动。确实，普京已经等不及了。这个特朗普太不着调了，一竿子又知道半年以后了。特朗普不说了吗？24小时解决俄乌冲突很难，他希望在半年之内解决。你说半年地包老人能扛到那个时候吗？俄罗斯现在面临什么情况？这个卢布又在贬值，现在卢布汇率又突破这个120，出现崩盘走势。让俄罗斯的央行使出了各种招数，想稳住卢布，但是哪有那么容易？俄罗斯的外汇毕竟是越来越少，天然气管道被乌克兰给关掉了，下面石油管道也得关掉，他的影子船队也很难出波罗的海，被这芬兰人给他看得死死的。连这个大国大的港口就是山东都加入了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准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在这些港口停靠补给卸货。更让俄罗斯人受不了的一记重拳，一个噩耗又来了。沙特昨天表态，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竟然决定放弃每桶原油价格$100的目标，准备增产。就是沙特觉得自己吃亏了，欧佩克加不是限定每个月的每个国家产量是多少桶，大家都限产来稳住石油价格。结果有些国家根本就没有遵守欧佩克加的，你比如俄罗斯，那就疯狂的开采。那如果说沙特还遵守这个欧佩克加的协议，那么他就吃亏。那本来油价就往下走，油价在下跌，完了它的产能还不能增加，那也就是沙特的收入在下降。你想想，哪个国家收入下降能受得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预算都做好了，钱要花那么多钱，结果赚的钱越来越少。所以沙特既然你不仁，我就不义，他也不保这$100这个价格，他就开始增产。这要一增产，那沙特它的产能是不是它出口就增加更多，而且他要找客户，他增产的卖给谁？那就是卖给大国，卖给印度。这两个是大户，两个印度，原油的价格恐怕就要出现震荡，要继续下跌啊。再加上美国拜登准备给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致命一击，所以你看俄罗斯是不是雪上加霜啊？一旦这个原油的价格到$50一桶，那你说俄罗斯它怎么坚持？越来越多的北约装备，这才是真正的钢铁洪流。什么黄鼠狼战车、布拉德利战车，什么挑战者1、挑战者埃布拉姆斯，什么豹2、豹1，源源不断的在进入乌克兰。这些北约国家现在是慢慢的发力，人家这边正在进入状态，俄罗斯那边已经扛不住了。无论是国内的经济，还是在战场上，都是扛不住啊。虽然从朝鲜借了1万多兵，这朝鲜士兵到底是帮忙的还是来添乱的，现在都很难说啊。最近卢卡申科又开始活跃了，有可能是为他的再一次为白俄罗斯人民服务造势。泽连斯基前一阵子不是接受一个自媒体采访，美国的叫弗里德曼，他就谈到了2022年2月24号那天，很多俄军从白俄罗斯那个方向向乌克兰发动进攻。这泽连斯基就跟那个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打电话，卢卡申科发誓说跟他没关系，什么是俄罗斯人自己要从这过的。我的一再向这个克里姆林宫要求别这么干，他们就是哈哈大笑。他说我也没办法，然后他就向泽连斯基道歉等等。泽连斯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泽连斯基把这个秃噜出，结果这个卢卡申科恐怕不高兴了。他说泽连斯基接到指令让白俄罗斯卷入战争。这个卢卡申科他也对媒体说也去，他反过来污蔑说泽连斯基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他是想把我们白俄罗斯拖下水，拖入战争中。卢卡申科说，为什么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会干这样的事情？我和他关系很好，小家庭也是如此。说泽连斯基想从中得到什么？他接到了命令，有必要尽一切可能将国家拖入战争吗？他说，如果我们被拖入战争，这将是一个很艰难的局面，我们可能无法作为一个国家生存。所以我耐心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就像主和教会教导我们那样，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时间会重建一切，时间会评估一切，当我们必须站起来，他们可能会说我们有独裁政权或其他什么。听着，我宁愿有像白俄罗斯那些独裁政权，也不愿意像有乌克兰那样的民主。这个卢卡申科很有意思啊，为了给他的连任继续为白俄罗斯人民服务，他要造势最好的办法就是突然发现一个敌人，原来我们身边就有一个敌人，天天处心积虑的要把我们拖入战争，所以我还得辛苦一下，再干几有乌克兰这样的敌人，他好团结白俄罗斯内部不同的声音呢。大敌当前，咱们之间的这些分歧算什么？大家辛苦一下，还得选我也受点累，再继续为白俄罗斯人民服务，不就这意思？都是跟普京学坏的。普京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侵略实际上客观上为他继续为俄罗斯人服务创造了条件。10
年前他有个承诺，他2024年他就不干了。这个咱们节目都报道过，这是普京亲口说的。那为什么他2024年又连任？理由很简单，现在国家正在战争，特别军事行动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这个班德拉分子、纳粹分子还很猖獗，我们的国家还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躺平呢？我怎么能退休？这下好了啊，普京算是在火上烤，谁苦谁自己知道，天天眼巴巴的盼着特朗普拉他一把。那接下来特朗普到底是拉他一把还是踹他一脚，这个谁也说不好，我们继续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